美国一年赚10万美金的小资，算不算是中产呢？但是如果两口子都赚10万美金，加在一起有20万美金，就一定可以住得起我身后的这种房子啦。欢迎你来到休斯顿的新家。哇，这房子也太高了吧！从外面看还以为是2层楼。你以为这是一个2层的别墅，但其实它只是一个1层的，它是一个非常现代风的1层，所以你看主人做的都很漂亮，就连它的家具往这儿轻松一摆，就让你感受到了 Instagram 博主的感觉。简单又不简约的设计，配上它漂亮的家具，就显得这个房子更美了。这个高级感满满的1层现代风别墅，其实67个就可以拿下它，但是每年都要养它，所以才刚开始的时候说哈，一家子人一年大概收入了20万美金左右的话，养它会比较轻松。